当你正对面的敌人烽烟救队友的时候，你再也不要乱开枪到处扫了，浪费子弹不说，还容易打草惊蛇。你可以安静的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投掷物，用投掷物自带的预瞄点，以烟雾的大小从左到右都扫一遍，去找他救人的位置。看到没？当我们的抛物线落点到敌人身上的时候，它就会从虚的变成实的，人在哪里，落点就在哪里，它是实体的，而没有人的地方是没有落点的。这个时候我们直接丢出去，对面心想没有枪声，没有脚步，以为没人发现，结果都快把队友救起来了，还没开心，双双倒地了。所以下回遇到别人躲在烟里，不管是扶队友还是趴着，你就拿投掷物的抛物线扫一遍就能发现它了。近点用白线，敌人听都听不到，也根本发现不了。远点距离不够或者看不清楚落点，可以用燃烧瓶、履约弹这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投掷物，捏一条红色的抛物线，用小眼睛慢慢扫点，瞄准了直接丢出去，直接命中秒掉，还更省事啊。这都还没完，当我们听到敌人的脚步突然不动了，但是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卡点，我们依旧安静的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投掷物，不用捏，直接用投掷物自带的预瞄点对着门框瞄一下，如果他在门口卡点的话，你的抛物线落点就会告诉你，看仔细了，这就是有人的，这样是没人的。有人的时候落点它就会动，没人的时候是不会动的。记住，他门口卡点的最好用燃烧瓶来探，只要有人直接丢火命中他。还有一招很早就说过了，在围墙一扫而过，对面蹲在哪里你都能知道具体位置，任凭你丢雷丢履约弹，学会了赶紧上号练习起来。我是白送，别忘记下期还有更厉害的技巧一起接着学。